간상한서 님시 상사로와 투신하게라 아니 강이라 로트기다래 짐시 가자 상사로와 다들이 디고리다 课堂常见用语课堂了是能知道了呢，这个人子空了呢，这个说常见了是呢，推准的了我说，推准的，他的推了弄到常见，推准的用语了是呢，必须当给讲。他课堂常见用语了是能知道哪了，我这推准的必须当给讲，开始记得了没有的，知道哪了。他老师。请问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老师，请问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老师那里给了的话，请问了是跟着学了，我可以去了是按照错把的话，洗手间了是呢，上学了不是当过的话，妈了是呢，听我的。老师，请问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了是呢，给了我上去弄着那这个别了是。洗手间了是呢，嘛是拉住看了，拉把住上去看吧。那我自己，但看到上去嘛了，去洗手间的不是当为了迪士尼节有了。老师，请问我可以去着去把洗手间上去了？妈了是呢，听我的。给了我上去弄着那这个别了是。你给了个老师，可以麻烦你说的慢一点吗？我听不懂。老师，可以麻烦你，老师来给他的话，可以了是那错把的话，麻烦你了是他松不嗦嗦来的呀，去了松不嗦嗦，说的写的。慢一点嘛，这是考虑这些呢，这个是别的事。他给了银子，他错的这个是选择的来了。老师可以麻烦你说的慢一点嘛，给了故事，可是不是去让给来的，这是考虑了呢，这个是别的事。我听不太懂，我听不太懂了，是那你是让我出个名头了是。我听不太懂，我那个话听了念不了，不太了是啥没吧？懂了是能过去吧？我听不太懂了，是能过去的中国民族了是。本来给了几个老陈就把那个呢，这样子的不是当然这个说。老师，可以麻烦你说的慢一点吗？我听不太懂。你是么的？我不太明白第二段课文的意思。我不太明白，我那个话不太了是那啥没吧？明白了我错吧？我不太明白了是我是当我错嘛说了是。我不太啥没吧？明白了我错吧？我不太明白了是我是当错嘛说了是。第二课了是呢，你吧。第二课了是呢，乱猜你吧哇。第二课的第二段了是呢，顿猜你吧。paragraph 了个样子，顿猜当不顿猜你吧了呢呀。第二段了是呢 paragraph 你把来吃过是。课文的意思了是呢，乱猜给难的东过去嘛说了是。但乱猜给难的可能过去嘛是了是呢，乱猜你把给顿猜你把点过去嘛说了是。过去啥？我不太明白第二段课文的意思。请再说一次，谢谢。请再说一次，谢谢。请了是呢，热我就过来没了。再说一次了是呢，人家天气来的了是，突起切了是。请再说一次。但乱猜你把给图不你比给乱猜就难的，俺西门都了，人家天气学的突起切来就了好的嘞。人家的。我不太明白第二
第二段课文的意思，请再说一次，谢谢。上课使用完毕，请把白板擦干净，谢谢。上课使用完毕，请把白板擦干净。上课了子的错了，使用了是那必须当擦哇，使用了是必须当哇，完毕了是擦哇的。上课使用完毕了是弄这个必须当擦哇了是，请把了是那全给白板了是那搞崩了。俺们第次了我做拿帮了必须当给三女个天呢，但第三白板了是那拿帮搞不着，擦了是那学把西达当哇，干净了是脏嘛，把脏嘛学了是谢谢了是涂起去。上课使用完毕，请把白板擦干净，谢谢。请翻到第23页。请翻到第23页。请了是这话就活了，翻了是那阿鲁脚吧，我做给阿鲁脚不了看嘞，他的你今天我做的当不打他的个是，你把手上你把送把来把的阿鲁脚有的嘞，翻到考了阿鲁脚了说第23页，手上你啥送了？整齐了，的对不起，可惜了个吧。请翻到第23页，学到你是咋送的？可惜了。今天的作业是今天的了是那 drink 作业了是那能上了，拿了一个这个就得多。今天的作业是 drink 能就的可以了那了，但你得把叔叔给讲了。今天的作业是drink能就的可以了那了，的了东巴下多的了能叔叔给能给能就的可以了的了贴着米的。今天了是得的作业了是那homework 了样子，那么就拿了把做那了一个天那着罗中前那着作业了，比当我给那个就让了鼓作气了。请大家回家好好复习。请大家请了是如快是热一会儿，大家了是长嘛，回家了是拿了萝卜，好好了是那要破去呢。复习了是那小容器了说，请大家回家好好复习。你怕拿了罗呢？小容要不去给他才觉得样讲讲，小容要不去说了是。请大家回家好好了是那要破去呢，复习了是那小容器呢。样讲让把去了我就复习了，别当过了哇。大单词。每次来说 vocabulary。OK vocabulary 当不的头痛，我那哇，头痛我那哇，感冒强吧，发烧操啊跑啊，拉肚子做过些哇，肚子痛做过那哇，牙痛了是说那哇，药了是那咩，药了是那咩，西药那咩那暑假课给咩哇，中药叫咩，藏药别咩，请假公不说，休息了是那眼说叫啊，作业能中，
复习，复习了是加上去吧咯，加到上吧了，复习了不是当我你我的嘛，卡里去落给的。老师，请问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老师，可以麻烦你说的慢一点吗？我听不太懂。我不太明白第二课第二段课文的意思，请再说一次，谢谢。上课使用完毕，请把白板擦干净，谢谢。请翻到第23页。今天的作业是，请大家回家好好复习单字：头痛、感冒、发烧、拉肚子、肚子痛、牙痛、药、西药、中药、藏药。的藏了，你听到呀嘛的，马书起贴的藏药，说藏药。请假，请假。休息，休息。作业，作业。复习，复习。他那点东西拿下的，卡了人了是呢。对，拉肚子了哇，肚个输气塞拉肚子，你个肚子几把的，我给肚子痛来着，你个肚子几把的，对了你个，你知道肚了，你也知道肚嘛的，肚的拉肚子。OK，这里给弄在大概上一图纸呢。